有咩唔同咧？咁市面上咁多唔同 NMN，現時嘅技術咧有3種唔同嘅方法去做呢啲 NMN，當中包括化學合成啦、妹發啦同埋微生物發酵。咁化學合成啦，好易咧就會做到一啲比較有害嘅物質，譬如重金屬啊等等。咁所以咧，市面上一啲比較可能便宜嘅 NMN 咧，佢哋就利用咗呢個化學合成嘅方法，就做出呢啲 NMN 啦。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微生物發酵。微生物發酵咧，你就會發係一個比較舊嘅技術。咁呢個舊嘅技術咧，而個生產成本亦都係比較高嘅。最先進嘅一個方法其實就係妹發酵法啦。咁呢個妹發酵法咧，就可以最 cost effective 咁樣製造到呢啲活性比較高嘅 NMN。咁我哋實驗室啊同埋生產工廠咧，都係利用妹發酵法去製造 NMN 嘅。